做過老闆嘅人就知道啦。其實做老闆呢係最痛苦嘅。有一個成語叫咩嘢？騎虎難下。亦即係話呢，你一旦選擇咗做老闆呢件事呢，你嘅人生就好似上咗一條永遠唔會停嘅高速公路。我相信評論區一定會有人會覺得話你作為老闆一定喺度講風涼話。但係的確真係咁樣嘅，你可以將呢條片轉發俾你身邊做老闆嘅朋友睇下佢認唔認同。好多個老闆如果一次唔注意呢，一次失誤呢，可能會全軍覆沒，可能之前賺嘅所有錢呢都會一次過賠翻晒入去，唔單止可能仲要負債累累。你睇呢幾年呢，有幾多個老闆呢將之前幾十年嘅心血呢就付諸東流啊！有一啲就成咗呢個失信人員啦，有啲破產啦，呢啲都算還最好噶啦。有啲頂唔住嘅係嘛，導致身邊嘅屋企人呢生活質量下降，甚至點樣頂唔住去咗其他地方。創業呢其實真係好辛苦噶。如果你真係咁不幸，好似我咁做咗老闆嘅話呢，你就要接受呢，承受一啲常人唔接受到嘅壓力你又要接受去解決一啲人哋唔想去面對嘅問題。我相信呢條片呢，做老闆嘅人先感受得到我講緊啲乜咁所以各位老闆加油！